法律不容许的，就应该一定要执法。但是如果法律允许的，你也没办法。但是有些事情呢，就是法律允许的，但是可能是不应该的，但是可能是令人很忧虑的。传媒可以报道出来，可能没有犯法，但是你说啊，有什么在大陆的机构跟大陆有关的机构，他在台湾捐了很多钱给什么人啊，这个可以拿出来讲啊，在社会上有个讨论啊。如果在这方面什么讨论都没有了，你们就好像香港一样啊，那么你们差不多完蛋了。因为如果社会没有一个独立活跃的评论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，就是表示这个讨论自由、表达自由呢越来越小，可能有一天呢完全都没有了。你没有的时候啊，他们呢当权的人做什么都没关系了，因为都没有人评论了，没有人批评了，所以也要看你们的传媒是怎么样。如果传媒他们的老板都是跟中共很要好的啊，你们拿什么文章回来什么来，哎，别登啊，要得罪北京啊，那么你们就完蛋了。但是这个是你们的传媒啊，那如果你们的传媒是怎么怕有权有势的人呢，就没办法了。